顶就有人提出2011年早餐店的相片，质疑讲看起来无咧开发票的款，记者就实际到附近的早餐店。 并没有大概1万多差不多，很难啦。一工赚2万，听到附近的头家真新鲜，到底有开发票无？齐卡新本人开始闭手，敢若私底下回应，一切拢是合法的。若最近的风波不断，互伊挡袂牢，向节目来发声。做了什么，我都是有记下来的，嚣张。 没有落魄酒，总有一天你会对于你今天所做下的事情感到后悔。如果巧芯真的这么会记账的话，为什么100万都没有记？巧芯是不是真的好像有点心虚了，在回避问题？因为以往的他都是说有问必答，然后不服就干，结果这2天遇到自己争议，开始回避媒体。齐卡芯做代志的风格来减减，走跳江湖，阁包含作家黄月水作对，面册嘛铺文讲齐卡芯捌公开甲我骂讲是老古板的老太婆，可惜伊无法度讲哦，个性会当影响命运，唔知影谦虚含反省，投机阁爱烧钱，总算是摇摆无落魄的久，若无就是爬阁较悬，嘛是会感觉畏寒。看4号连登拢开始针对齐卡芯，共党的立委嘛出来救援。我都不知道徐小新在选总统吗？需要用这种所谓黑韩产业链的一个待遇来去创造一个新的黑心产业链吗？靠同事来斗讲话，齐卡芯喊得激点点，不过想要互争议降温，恐惊就爱家己来处理。Hello， 我是庄宇杰，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